若萬美玲的後生許光陽，除了霸凌的爭議之外，網紅四菜鳥閣加碼來壓料。講2021年台北大學公共行政系期末考試的時陣，許光陽是找同學幫忙來作弊。也毋過針對這個事件，許光陽也未回應。國民黨是表示講，過去的代誌，許光陽愛面對。規張考試單寫甲目睭睭，這是台北大學公共行政系期中甲期末的專用考卷。萬美玲的後生許光陽佮去互壓了，佇讀冊期間目冊親手作弊，手機拍下了那個考卷的題目，再借由他的同學呢，在外面把那個答案寫好，因為是申論題，所以不是 Google 就可以 Google 得到的。網紅四菜鳥提出證據，指控佇2021年11月加2022年1月的期間，佇台灣政治發展這門課，攏請共一個同學佇中國協助作弊，超發也公開。許光陽佇考試進前會唱教室最後一排的會，所以個用手機翕題目傳互同學甲鬥寫。等看到答案，許光陽才個照抄入去考試單，一日當機，一日倒頭。甚至許光陽佇搶到位了後，佮歡喜講一聲穩當當啊！對方更加學了伊，你作熬。許光陽也學了轉去，無影啦，熬的是你。如今代誌觸破，網友要求撤銷學位。施廣陽，關於你以前念書的時候作弊這件事，你有要承認嗎？那學校有要追究嗎？你要出來選，你就應該好好的說清楚哦。洪亞春在學校霸凌等等的爭議後，許光陽佇社群平台回擊咧，宣布放棄國民黨的提名，不過要到違背，意思會以無黨來參選。作弊也好，霸凌同學也好，真的不是一個學生在學校該做的事情。那如果相關的爆料屬實，那要如何追究，或者是扣回他的學分？那我相信施廣陽現在應該是抓了蛋啊。過去的事情他自己要面對，那到底是真是假，其實都是有待公平的預設立場的方式去幫人家下結論的話，其實對所有的候選人，對所有辛苦的候選人一點都不公平。許光陽、洪亞春各人行爭議，敢會影響到年底哪贏選戰的布局，也引發到外界的關注。